还蛮好玩的。很好玩，可以认识自己家乡的东西，让我们学到插花的技术，可以把花拿回去给妈妈。It's very nice. I never worked with flowers before, so yeah, new experience. 很有趣，很有趣。那你学到了什么？学到了。六甲这边属于是火鹤花的一个最大的生产地，然后也是外销日本最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个花卉哦，除了要让消费者需求面知道以外，我们希望也从教育去扎根啊，那也让小孩子从小会知道哈，他那个家长啊哈，在地方上农业上种植花卉的辛苦。那一方面借着花卉教育哈，在未来哦也能够尽花卉行销的一己之力这样。80场次嘛，那一个场次我们一般以30个学生来计算，那就有2400位学生。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你知道火鹤花的故乡在哪里吗？其实就在台南六甲哦。火鹤花的花语是热情、热心与关怀，谐音“火鹤”更是给人满满的祝福之意。台南市政府为了降低疫情对花卉产业的冲击，由韦哲市长多次带领推广火鹤花，送999朵火鹤花给陈时中部长。现在更将火鹤往教育扎根。像我手中的这盆火鹤花，就是以后国中小学生可以在花艺课做出来的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教育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教育局局长郑兴辉。对于孩子来讲，美感跟创造思考的能力是在 AI 所谓科技的时代不可或缺，我们孩子一定要具备的软实力。机器人它是没有美感，它没有创造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培养我们的孩子从小，那么要扎根他们的美感创思的能力。那我们台南市的花卉事实上是非常有名。那市长为了让火鹤花能够呢扎根到我们的学校，所以特地呢也规划了我们32所的学校，80门课程，有2400位的同学可以透过他们的课程，让学生学会如何去创造火鹤花的一个插花艺术。那这样的一个实作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让台南市成是花卉之都。那么同时让我们学校我们的学生融入到课程里面，来培养他们在21世纪甚至22世纪 AI 的时代不可或缺的所谓美感跟创新能力。谢谢大家。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打造新的观光赏花景点，议长郭信良、商务会堂立委陈廷辉，也即市府相关局处甲第6号全局，前往海尾寮抽水站会勘讨论丰信道路的立美化，希望打造新的观光景点。议长郭信良表示，对海尾寮桥到抽水站的丰顺道路是人车分道，民众的行行真安全。不过分家道路的绿带，目前全部拢是矮的树丛，唔定无法度举稳，而且佫明显的脏乱。因此，伊建议市府伫个沿岸来种植花旗木，或者是枫林木，希望打造新的观光景点。这条海尾寮大排整治了真水。分着车辆加人行步道中呢来做一个有指标性、代表性的树木，成为台南市整个的观光景点，这个是非常的适合的地方。那今天会从公务局、水利局、地头河川局还有陈廷委员共同来会看，决定由水利局全权来负责。现在半年以内完成整个的程序，包括树种，包括植栽，包括种树。半年以内完成，那希望这条能够成为全台南市甚至全国唯一的一条观光热门景点的观光大道。为海尾寮桥争取拓宽经费的立委陈廷辉嘛表示，海尾寮大排甲海尾寮桥的整治改建以后，伊嘛希望附近的环境嘛会得到整体的改善，希望市府甲第6号川局
爱好好啊规划。希望讲，甲咱即个将近3公里的所在，会当来种着咱的花旗木，互伊会当有一个整体规划，人工咱会当伫遮行路休闲，会当变成一个新的亮点。对咱海尾桥落来了就足水的，所以咱争取除了整治以外，咱阁照顾着整个咱的环境的部分的规划，所以希望讲会当赶紧伫明年看到咱整个的成果。这条全长大约3公里的道路，将由水利局负责规划树桩以及后续的种植。议长要求水利局要伫半年内完成种植，等待明年的花季，就用来看到新的景点。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联席审查市府的各项提案，其中社会局所提出的新长者社区式日间服务保健计划。虽然一间的开办费只有30万，市府今年规划增设2个点，不过多位议员都希望会当搁再增加。由市府委托社会福利团体申办的新长者社区式日间服务据点，目前全市总共开设7个据点，今年度预计伫7个甲客家地区增设2个位置，由中央补助95%的资本门，地方自筹5%。引发不少的议员关心。22万要设2个点，平均1个点才11万4500。我想要请教一下，不是钱多钱少问题，是你这样的一个钱投入下去有没有实质性？是不是符合未来这样的一个日照，能够去照顾身心障碍的一个社区？一个据点的开办费是30万，那设施设备费补充目前看起来是这个11万4500元嘛，那全谈是您在您的预算里面，想要请问你，今年只有开办2个据点吗？对，今年是这边初步要先设2个点。那你原本那些据点分配在哪边？原来的据点它是分配在北区、还有南区、安南区跟永康这几个地方啊。对。社会局表示，因为社区式甲一般长期照护无同，平均一个据点开办费大约30万，上侪会用来服务15位的新长者。目前7个据点分别伫北区、南区、安南区、甲永康善华等，未来会依照区域人口的调查来做适度的增设。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另外，有关前瞻基础建设一寡公共服务据点的整备，包括活动中心修缮、甲建设无障碍设施等，伫市府提案的联席审查当中，也引起多位议员质询关心。因应人口的老化，市府争取中央补助修缮南区喜秋联合活动中心，中央补助689万元，包括增设电梯、甲无障碍设施改善等。上午议会通过新店户。喜秋啊，算起来是，较唔是都市的这个所在啦比较有一个这个乡下这个传统的一个聚落的这个形态，所以高龄化老人的这个需求是对于活动中心来说，电梯是相当需要的。其实我在这边，我也其实要先谢谢社会局，在电梯来临之前其实我们也有先做这个在这个楼梯间挂吊式的那一种这个座椅的电梯啦那我在这边特别谢谢局长。无障碍的这个设备，我们先做优先的扩充。那这个刚才我们也考虑到说有电梯的部分，就像说我们这次洗漱这个部分，它除了电梯以外，我们还要设置无障碍厕所。当然消防这个设备一定要做，但是在基本上考量上，在设置的时候，我们都要先去考量这个相关的设备。伫个精尖基础建设第2期108、109年度，市府社会局送3件中央区核准1件。对此，议员蔡玉辉表示，希望社会局要注意城乡的差距，重视资源的分配，针对活动中心的修缮，应该要做通盘性的检讨。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自由工商汽车修好科的学生郭子豪，连续3档参加全国技能竞赛南区比赛，成绩是一档比一档更较好。伫读1年级的时阵，得到第5名。
到今麦读3年级也拿下冠军。除了为学校成功，嘛互伊更加坚定家己的未来，将伫9月份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位当咧练习钣金维修的学生，就是持有工商汽车维修科的郭子豪。伊连续3档参加全国机能竞赛、篮球赛的汽车钣金的项目，成绩一年比一年进步。对一开始的第5名到今年摕下第1名。也和持有工商连续2档摕下汽车钣金的冠军。想要跟老师学习，因为他毕竟是历届国手啊，国手下去带学生，基本上也没有几间学校有这样子。对啊，我想要从他身上用花高中这3年的时间，在他身上好好学习，在技术上面还有在处理东西的流程还有顺序，我觉得都有一些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说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对。所以东西处理得很快。郭子豪的指导老师郑宗明，因为也是国手出身，所以看到伊对这个项目非常有兴趣，也尽全力来指导伊。同时，郭子豪也非常认真来练习，让老师非常的肯定。这个小朋友他是我招生招进来的，他在国3的时候就已经因为我去跟他聊一下我的一个学习经历啦，然后本身我也是选手出身。好，那我跟他聊完之后，他就马上在国3那一年就决定说要跟着我做学习。那学生相信我，我当然一定要有一定的回馈哈。所以我在1年级的时候也是很积极的让他去参赛。那他第一年去参赛的时候就拿到优胜第5名的成绩，然后接着在2年级的时候就拿到银牌。那今年第3年最后1年他拿到了金牌。我们都算是自主练习，所以如果觉得说自己今天没有达标准的话，我会继续练。练到我觉得可以，然后或者是老师觉得说我不行，那我就继续练，练到他满意为止。对，我应该这么说啊，我跟他们要求是这样子哦，我要求100分的话，你必须做到120分，因为你永远不晓得我的100分是在哪里。那你不要去揣测我嘛，你做到120分，老师来评定是不是有达100分，这样是不是会比较接近我的标准。老师强调，技术的物件只要学习起来，就是学生家己的，也鼓励有兴趣的学生爱肯吃苦来练习。就学技术的东西啊，有没有用？那辛不辛苦？那我的见解是说，非常的辛苦。基础的这些技术啦，你学到就是你的。那凡走过必留痕迹，我常常讲这句话哦。技术东西学起来不会不见，对，它将会是你一辈子的财宝这样。虽然摕下冠军，但是郭子豪也唔敢放松。现在伊当咧积极准备9月份的全国总决赛，同时也有一间钣金设备的公司等待伊毕业了后要去上班，会使讲是前途无限。电视新闻郭无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云嘉南滨海风景区开了1亿2000万所打造的7个游客中心，5号上午正式启用。交通部长林佳龙亲身南下主持。7个游客中心也提供互动式的体验，甲侪焦虑的摄影作品，加上串联盐博物馆甲盐山，成为7个的新景点。启用仪式后，这个全新的7个游客中心也正式来启用。这座开了1.2亿所打造的游客中心，伫经过4年的建设才来完工。整体的建筑设计加入了当地的海地、盐山等意象。试营运期间也成为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市长黄伟特也期待这个中心会使带动地方的发展。台南作为一个观光大市，许许多多的好朋友，许许多多的
台湾的各位不管是国内外的好朋友，都会来台南观光。在七股，尤其是台南滨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跟农特产品的重镇，也非常感谢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一起来帮忙，把这个游客中心做得这么完善，这么好。会中交通部长林佳龙除了主持启用仪式以外，也见证了在地业者甲游客中心签署合作意向书，要提供游客更加方便的旅游体验。同时，针对疫情重创观光产业，交通部也等来研议相关的办法。交通部观光局有在规划防疫旅游跟安心旅游，那希望借助观光业，我们大概有30万的大军，那来做踩线团，那让那个防疫的措施可以落实的情况之下，一些就是优质的旅行路线，可以串联地方的食宿游购行，这个准备正式要起跑，会配合全国疫情指挥中心它的一个决策。伫中心内面也展出了侪7股的生态甲地形等相关的资料，甲鸟仔类的点影作品。同时也提供了真侪互动式的体验，要互游客会使更加了解7股地区，加上串联周边的盐博物馆甲盐山，也成为未来观光的新亮点。但新闻郭无义采访报道。昆山科技大学55周年的校庆，虽然因为肺炎的疫情停办所有的活动，不过校友总会嘛消停，特别购买真侪防疫的物资，搁和上午正式关奖。要用回馈学校，甲帮助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来庆祝今年的校庆。包括医疗顶级保护目睭的目镜、防疫的平安、甲食品顶级的手套等，市价超过50万的物资，嘛是第一线防护人员的基本保护。即摆昆山科技大学55周年校庆，因为疫情停止一切活动，不过校方表示，难得一年一度的庆祝，总是袂当安尼准煞。所以，校友总会支持向校友添购相关的物资，半买半相送，以25万得换了一大笔。第5号上午正式关键。我们取消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善尽社会的这个义务，帮助我们的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55周年呢，不会就这样子就白白的过去啊。那虽然学校是在4月29号的校庆。那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呢，应该是还算是来得及哈。那我觉得说，不管物资的多与少，价钱多少，那我觉得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个大机构能够造福到周边的机构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医疗机构或者是小学或者是学校我觉得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面对学校防疫行动，并写得专业协调校务的校友总会，即摆嘛团结校友的力量，共同响应，将关乎20间高中职医疗机构甲护理之家。我们借此机会抛砖引玉，大家一起来做好防疫的工作跟措施，也借由55周年校庆的喜气洋洋气氛呢，让我们的新冠状病毒呢，快快的消失。黑暗过后，黎明总会很快的到来。敦亲睦邻，捐赠的物资就是护目镜啦、眼罩啦、手套啦，防疫的一些学校跟我们捐赠是给学校嘛哈，还有附近的医院，还有安养中心。那这些呢，都是在防疫的工作，平常他们护目镜啦、眼镜的啦、手套啦、这些的防疫啊真的确实，假如有这些的话，也对大家的帮助会不错。典礼当中，包括市府副秘书长以及侪提供昆山科技大学校外实习的企业，嘛拢出席，共同见证大学落实社会责任的即刻，场面相当温馨。但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虽然往来大出，加上无法度外销，不过市府全力拼内销，加上启动加工收购，目前产销平衡，绩效无受影响。
而且今年真侪企业拢用行动支持在地小农。到目前，达成的采收已经创下153吨的销售量，产值超过700万。原本无开放外人参观的饮料厂，即摆因为采购140吨的关灭往来进行往来接的生产原料，所以市长黄伟哲伫农业局等相关人员陪同，亲身来看制作甲全自动杀菌的过程。市长黄伟哲表示，虽然今年往来大出，伫外销阁减少18%的状况，毋过伫启动直销甲加工收购以后，目前产销拢相当稳定。甚至加工到目前113吨的数量已经突破去年的2倍。会中市长甲所有贵宾嘛亲身来品尝这款满满香味100%的纯往来食。慢慢的哈，慢慢的哈，帮大家强调，因为它里面是有这个凤梨果粒的哈，是个便当，然后配一罐的我们的凤梨鲜果醉哈，非常的赞哈。关庙台南的凤梨哈占全台湾大概第2，好，那它的品质却是第1，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吃鲜果也很好，但有时候你要有耐心把它削成这个鲜果。但是如果你这个一个人，或者是说有时候整个凤梨它吃不完的话，那这喝这个凤梨汁是最好的。那过去我们小时候喝过那个凤梨汁在铁罐装的，有时候它的加工品蛮多的，但是这个却是100%的鲜的凤梨汁，好，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随着科技的改变，那也让我们整体的消费习惯有些改变。那今年凤梨盛产，居然这个没有影响到价格，这都非常感谢各方的努力。我们凤梨盛产，但是为了防疫需求就没有办法出口，那这样子的价格还能够维持住很漂亮的价格，这点是非常谢谢的。生技公司总经理表示，因为本身有做事的背景，相当理解财政的辛苦，所以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而且伫成大南科研究中心的辅导，平均一个往来制作成2罐果汁。我们这一次在市政府农业局的号召之下，公司研发了100%的凤梨汁，跟台南关庙地区的宏大果菜合作社合作，收购台南关庙地区的这些在地小农的凤梨，我们把它做成100%的凤梨汁，满满的凤梨的纤维，请各位可以品尝看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消化，还有帮助肠道蠕动的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饮品。根据了解，市场伫这波往来产季当中，除了到处大型推销，目前已经创下153吨的量，产值超过700万。现在佮启动加工收购，要民众用啉的，唔免目手，买当品尝纯往来好滋味。台南新闻管制何小芳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